敬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阿伟啊，阿伟啊，倒来啊！妈，你是安怎？你心情无好？妈才转去，不但亲生的囝无要认伊，而且佫讲一寡足歹听的话互伊听，伊的心情哪会好咧？莫有白讲话啦。妈，你啥拢唔准我讲，你分明就受着委屈啊！你这口气会当吞落，我吞袂落啊！你袂使怪你心啊。其实我感觉讲了无唔对，是我唔好。伊对你很气无诶，你还佫念互伊？雅云讲了无唔对啦，你就是安尼啦，啥物代志哦，拢甘愿家己吃亏，拢无爱去怪别人。你搁安尼落去哦，早晚会去着内伤的呢。好啦，阿姐，恁坐坐啊，我入来休困者。阿健，我实在唔甘愿看我妈受这种委屈。咱到底是要安怎做，才有办法甲伊斗相共咧？当免看啦，恁拢来遮坐啦，我讲一个互恁听咧啦。来啦来啦，你看来，我讲互恁听，但这条代志哦，敢若袂出去带着姑娘边，20外冬啊，要治疗无遐尼简单啦。恁阿姑哦，阿淡仔控骨你啦，当然嘛想袂出办法。呀，我阿头嘛控鼓你，啊无你讲一个来批判的，我唔相信你比我较巧。我当然有我的撇步啊。英聪、雅云，后礼拜日恁敢有闲？有闲吗？那安尼哦，你对我甲你阿姑哦来去台南吃住，我去找迄个医生甲你理论一下。我就准讲你偌敖咧，啊无你是凭着一支手去甲人理论啊？你马上，我去找医生哦，甲伊讲好清楚啊。我对症下药，开破一寡道理，互伊知影。但你也唔知头唔知尾，你是要开破什么道理，互人知影？你掠准你敢若苏彦文的遐晓讲道理，你唔通互猪屎愈老愈臭啦。你看你也无点哦？我唔是看你啊无点，我是看你牙齿啊无点。哎呦你，我都做互你看啦你。是安怎你为着来一摆？你明已经看到我，嘛甲我讲话啊！你就是无知你是啥物人？是安怎？我走过所在是你看袂到的，我走为的是我的心，
捡一项上重要物件，这个物件就是阿母。请入来。啊，你还袂走啊？你有安怎无？无啦，我无代志啊。你若是无代志，哪会一个人秘伫咧房间艰苦？我上了解你啊。过去哦，毋管你拄着搁较大的困难，你嘛袂亲像今仔日安尼啊。人生一定互你足伤心，互你受足大的委屈，对无？其实，我亏欠你生活实在有够济。我离开故乡的时阵，你生才2岁外尔。虽然有一个阿母，但过伊的阿母，拢无法度等伊的身躯边，看伊大汉，看伊读册。这20几年来，你生活所受的痛苦，甲伊的委屈，确实有够济。阿妹啊，代志会变甲安尼，嘛毋是你愿意的啊。日生，是你巴肚排10个月生出来的囝呢，啊是你身躯的一块肉，啊，搁较安怎讲？你嘛袂用无爱认你这个老母啊！医生哦，我会当体会你心海心情。假使若是换做是我，突然间出来一个无熟悉的人，你叫我开嘴叫伊一声阿母，安尼我嘛做袂到。阿妹啊，啊你处处替伊设想，替伊找借口，那安尼你咧，敢讲你受的委屈都无够济是无？阿妹，你应该甲事实讲出来，你应该互日新知影，毋是你无愿意转去啦，是伊阿公无爱互你转去，是因外妈无爱互你转去呢。你若是一直毋讲，啊日新伊哪会知影讲你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伊，为着皮卡咧设想呢？无啥物通好讲。顶一代的代志，无需要互下一代人来承担。过去的代志，过去就过去，无需要解释，也无需要讲。阿妹啊，你哪会这呢讲啦？敢讲你甘愿互人误会你一世人是无？我看你安尼，我实在是足艰苦的呢。你若是唔讲啊，我替你讲啦。青啊，你莫甲我阻挡，这件代志哦，包伫我的身上啊。这几年你行回来的钱，包括你用三本公的名义买互雅芬甲永聪读大学的奖学金，甲恁阿母的医药费，这每一笔的开销吼，这小单拢记甲清清楚，你看起来。免看啦，真诶，我信任你。这20几年来吼，若无你替我斗3工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做。多谢你。哎呦，讲啥物多谢，咱拢是老朋友啊咧。啊，毋过有一个疑问藏在我的心内，已经真久啊。我一直想要问你，你有啥物疑问，你做你讲啊。阿梅为什么无转去故乡，无转去鼻家？这是我甲恁阿母私底下的秘密，伊有甲我交代，叫我袂使讲。是啥物秘密？恁阿母
知影你搁活伫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非常的欢喜。虽然伊知影你无法度留在台湾，也毋过伊一直想要替你这个后生做一寡代志。伊知影你对阿梅的感情犹原遐尔啊深，所以伊做一个决定，非常重要的决定。你的意思是？伊决心要互阿梅死心，我要回转去故乡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知影，阿梅若转去故乡，早晚会转去平家，会转去阿海的身躯边。若是安尼，阿梅永远都无机会做恁林家的新妇，做你的家后。我安尼讲，你应该真清楚啦吼。恁阿母明明吼，都真思念阿梅，希望伊会当转去伊的身躯边陪伊。也毋过恁阿母更加希望会当成全你，互恁两个人会当做翁仔某。所以恁阿母甘愿牺牲伊家己，无要互阿梅转去故乡。伊甘愿失去一个查某囝，甘愿孤孤单单过一世人。伊会安尼做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互阿梅变做恁林家的新妇，你知影无？真歹势，这个秘密。我靠，真正甲你讲，当当年恁阿母就一直甲我请求，我嘛无法度拒绝伊啊。今仔日暗时恁阿母失去意识，我嘛是同款，会替伊保守这个秘密，永远都袂甲你讲。阿文，你捌一个？经理，有啥物代志啊？阿文，你手头的工课先停一下，马上啊，将这个机会报表，摕去处理一下，后日会议用。是。经理，这拢是机密的文件，你哪甲互我处理咧？是安尼啦，董事长啊，专工为日本来台湾主持一个针对业务会议，伊无希望讲即摆会议资料会泄露出去，所以伊有交代我要找一个一当信任的人，吼来处理即款所有的文件，所以你处理一下。遮尔大的任务，你哪放心交互我咧？我知影你是摕董事长的奖学金来完成学业的，而且你即摆入来公司，我想董事长会真信任你才对。也毋过，我甲山本先生根本无熟识。这无重要啦，即摆机会你好好把握，好好去做就对啊啦。多谢经理。啥啊？你是？玉梅，是我啊，老郭啊。你真正是老郭。来，你快坐，你快坐。过，你啊坐坐，我摕一杯茶给你哈。这样对了。玉梅，你一点都没变。哪有迄个代志啊？哎遐久啊，哪有无变啊？拢嘛老啊。是讲贵啊？你也知我住伫遮？啊，是江大山通知我要来这边找你，他应该也快到了。三江？大山啊，前2天去你们林家，碰到你那个侄子林正文啊，从正文那边啊
才问到你这边的地址啊。贵啊！这几年你过得好不？哎，我生活过得马马虎虎啦，只是身边的亲友啊，渐行渐远，也没有人敢跟我们这种人打交道。所以一个人呐，常常待在家里面，就不敢出门啊，怕遇到认识的人。玉梅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切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因为我太软弱，才会害死茂春跟阿义，都是因为我经不起刑求，才会供出那一份文件的存在，害大家坐了那么多年的牢。过去的代志，你都莫搁自责啦，把遐代志拢放好袂记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一辈子都永远不可能忘记。阿梅，大三爷，大三爷，这是你。这讲话无方便，小心有人会偷听。大三爷，你放心啦，这是我的厝，无人会偷听啦。阿梅，你敢知影当初时是啥物人将惨物件所在讲出来？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无要紧，其实我早就约出来是谁啊？你知影是啥物人？嘘，即马袂用来讲。我即马在找证据，一旦证据互我找出来，我一定互讲互大家知，害大家一个公道。大山啊，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你赶快跟我说啊！老鬼，但你即马是咧安怎？按来袂调暗？当初是你来卖遐叫，大家就袂受拖磨啦，敢毋是？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毋是想要搁出卖我？哎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要这样语无伦次的话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来找我了。好，牛骹总算数出来啊！吼，这摆我袂互恁骗去啊！恁这廖杯啊，我绝对袂遐尼简单的放恁煞。大三爷，玉梅，你就不要再理江大山了啦。大三爷来变到安尼了。大山在监狱里面常常被刑求，变得语无伦次，神神经经，常常以为啊，人家害他。更可怜的是，他还认为他自己没有生病。想袂到当年的大三，今仔日变到。好，拜拜。阿云，你真正不要跟阮做伙去食饭哦？唔免啦，我妈还要搁伫厝里等我咧。哦，那安尼哦，啊，我莫甲你免讲啊。安尼我先行啊。嗯，好啊，较细哩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姐，小姐，王先生，你有啥物代志吗？恁公司的董事长是毋是叫做三本？是啊。你敢有看过三本伊本人？王先生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因为迄个三本就是你的亲戚老爸。
我袂讲，你都唔知我是啥，莫直接凊彩我袂讲。我不但知影你叫林雅芬，搁知影你为读大学开始就摕3本的奖学金，对唔对？你到底是啥？是安怎知影我的代志？我是恁爸爸的老朋友，阮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阵，伊就叫3本，所以我才会知影的。我的名叫做江大山，恁妈妈阿梅捌捌我。阮爸早就死啊，而且3本先生是阮董事长，伊哪有可能是阮爸爸呢？你家己详细想看卖，你读大学的时阵，是安怎每年都有当领3本的奖学金？伫毕业了后，可会当顺利的去伊的公司上班？你是讲是运气好啊，还是因为你练得比别人较好？你讲这是巧合，还是3本伊有其他用心？唯一会当解释的理由，3本伊就是你的亲生老爸。无可能，我阿爸早就死啊！无，伊无死，伊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。因为当年讲出梦家所在的人，就是林茂春。林茂春，伊为着要保护家己性命的安全，结果害着其他的同志。恁爸无死，无可能！恁爸无死，恁爸无死，恁爸无死。阿伟，你倒来。阿伟，你是安怎？哪规个面青顺顺啊？我无代志啦。阿芬啊，爱食饭哦。林总啊，多食一寡啦，啊，这肉好食。哪有啦？你是安怎啦？你敢无爽快吼？哈？哈？妈，我问你，当年阮爸爸死的时阵，你敢有亲目睭看到伊的尸体？我怀疑伊并无死。哪有啦？你若拄仔甲我问这啦？妈，你紧甲我讲啦！恁爸爸是真正死啊！伊的尸体我嘛有看到，虽然当年伊去用庆赛的时阵，伊的尸体浸在水里。整个面拢变形，也毋过，我知影是恁爸爸。阿芬啊，你哪会无代无志提起这个代志啦？妈，有一个叫江大山的人，你敢有识识？伊是妈的朋友啊？安怎？又去找李晓？伊甲我讲，我爸爸根本无死。伊怀疑当初发生代志的时阵，是爸爸出卖伊，才害伊坐监。毋是安尼，绝对毋是安尼。你唔好听迄江大山乌白讲话。恁爸爸毋是这款人，伊毋是迄款会出卖别人的人。阿芬，你相信阿母，你阿爸绝对毋是迄款人。你千万唔好听江大山乌白讲，知影无？阿芬，阿母来讲，你是有听到无哈？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家己详细想看卖，你读大学的时阵，是安怎每年都有当领3本的奖学金？伫毕业了后，可会当顺利的去伊的公司上班？你是讲是运气好啊，还是因为你练得比别人较好？你讲这是巧合，还是3本伊有其他用心？唯一会当解释的理由，3本伊就是你的亲生老爸。
迄个江大山到底是甲你讲啥？你看起来敢若足烦恼的呢。我嘛毋知我伫烦恼啥，心肝内有足侪疑问，毋管我安怎想，拢想无。你会讲出来，甲我参详啊！我怀疑阮爸爸真是无死。迄个江大山讲的话，我本来嘛无啥愿意相信，也毋过伊讲的拢亲像足有道理。我即马嘛毋知到底是要相信无。老婆，妈就是跟你讲过，江大山所讲的话，你千万唔通去相信。也毋过，假使伊是我阿爸，我哪会当当作拢毋知影咧？妈，是毋是过讲江大山的代志？妈，我问你，江南山讲是爸爸当年讲出臭物件的所在，才会连累着其他的同志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甲我讲啊！你紧甲我讲啊，妈！喏，阿母有一项代志藏在心肝底，已经几啊年啊。我本来无想要讲，也不过，这个江大山踮遐黑白讲话，我无讲是袂使。这到底有啥秘密？那好，你知影无？当年讲出物件藏在倒位的人，就是咧亲生老母春潮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恁阿嬷才会甲伊赶出林家，才会将恁爸爸死去的罪挂在伊的身上，才会造成今仔这款的场面。是安怎？我妈妈拢无甲我提起咧。这项代志是恁妈妈这世人上遗憾的代志，甚至甲伊要死之前，伊还阁无法度原谅家己。那有，妈妈今仔甲你讲这个话，会甲你讲这个秘密，就是希望你毋通过误解恁爸爸，知影无？妈，是嘞，我真是毋知影，阁有一段过去，我真正毋知影。别人的过去，总是有酸甘蜜甜，也毋过咱恁家的过去，拢是苦苦涩涩，就敢若恁阿嬷同款。不管外人安怎甲伊骂，安怎讲伊自私，伊永远嘛是一个真坚强的女性。不管当年恁阿公甲恁爸爸带予伊偌济痛苦甲悲哀，也毋过，伊永远拢是一个上疼囝孙仔的阿嬷。伊永远来记，伊永远拢是一个上伟大的女性。谢谢哦，多谢你。进步，山本先生，有几要麻烦你啊？免客气，互我来。多谢你啊。最近恁阿嬷的状况较好？有啦，拢较正常啊。啊那三分，嘛是照常食。请问啊，你的脚？规日拢嘛安尼，差着关系啊。
你安尼照顾恁阿嬷，你是真友好。我来着，你点下等。会听袂？若会听爱讲哦。会听哦，这表示你的脚的神经吼有感觉啊，安尼真好呢。阿嬷，你一定爱忍耐哦，等你的脚好起来吼，你就会使徛起来。对啦，这是阮应该做的。三本岗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夏美先生，多谢你吼。别客气啦，你阿嬷的状况吼，比以前好真济啦。不过你爱记，你爱固定送你阿嬷来遮做福建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来啊！我来就好。阿嬷，你一定好起来，要保重哦。阿嬷，免客气啊。阿嬷再见。多谢你吼，夏美先生。好，阿嬷，咱来等吼。再见。阿母，后事不好，害你辛苦，请你原谅我的苦衷。空囡仔，要是会当3块尔个活的，阿母食搁较济苦嘛有计啊。不要紧，即摆算是苦尽甘来啊。咱一家伙啊，总算会当搁团圆啊。
你是安怎？有心事哦？明仔载阮董事长三本生死会到公司来开会。你是咧怀疑讲，伊是恁阿爸？嗯。安尼嘛拄啊好，顺便会当借这个机会甲代志查好清楚啊。是要安怎查啦？我总袂敢走去伊面头前问伊到底是毋是我阿爸吧？谁人讲袂用？明仔载我刚若负责准备会议的资料，根本无法度入去会场。万一我若是见袂着伊的面，是要安怎咧？你哪会遐尼讲啦？就准讲即个无法度甲伊见面，你嘛会当想办法查出讲哦，伊住伫倒一间饭店啊？伊为日本遐尼远所在来到遮，伊总无可能困落边嘛。那回来，我咧想哦，假使讲若会当查到伊的下落哦，你就一定有法度甲伊见面。啊，伊是毋是恁阿爸？死到都会当知影。李白，是安怎呀？经理，你敢知影董事长住伫倒一个饭店？什么代志？董事长拄则走的时阵，袂记载一项物件，遐你另外一定要亲身送过互伊。好，我替你查一下。查到未？查到啊，这就是饭店的电话甲房间号码。安尼紧卡。我会惊。你是咧惊啥啦？来啦，紧卡。敢讲你无想要知影代志的真相？毋是，我真是要知影。安尼就对啊！既然机会来啊，你都唔通放弃，好好查清楚。哎，莫搁丢赌啊！来，紧卡，来啦，坐咧啦，紧来。卡。喂，请转301的三本先生。喂，三本先生吗？你好，我是恁公司内底的职员，我叫林阿云。我有一份物件要交予董事长，会当即马就送过互你吗？好，多谢。董事长，我会将物件放伫门口口。假使你若会认伊迄件物件，就请你家己收来。你若是袂认的，就麻烦你家己放伫原来的所在就好啊。好，多谢你。啊，伊安怎讲？伊听到你的名是啥物反应？无，伊啥物拢无讲。哎，老文啦，你怎是咧创啥？所以我困了，甲这代志都放袂记。等下啦，你无要去饭店？无爱去啊！我根本无应该敲这通电话。是安怎啦？我伤懵懂，伤冲动啊啦！等下啦，老文啦，哪有人做代志做到一半的啦？我拜托你莫放弃，好无？伊是毋是你阿爸？你至少嘛要甲伊见一面啊！也毋过，伊连听到我的名，完全拢无反应。无得卡讲吼，伊是放袂记啊，嘛无得卡讲，伊毋敢甲你相认啊。代志都已经到遮来啊，至少你要甲代志查好清楚啊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保证讲你绝对会后悔啦。后悔？无毋对啦，洗一个身躯好好困一下，你敢接受我都甲代志放袂记的？假使你若无甲代志查好清楚，你心肝内问题永远拢无答案。
你常常咧猜忌，你是安怎无利用这个机会，甲真相查好清楚咧？杜准讲唔是啦，至少嘛会当证实讲江台山伊所讲的拢是假的啊。安尼至少你嘛会当安心，我会当死心吗？哎，莫搁丢丢我啦，哈！安妮啊，我陪你来行，行啦，行啦，来啦。哎，是啦。英聪啊，我好啦，啊，你要出去是？妈，你还袂休困啊？哎呦，我都变来变去，困也袂去。哎，啊，这样话你是要拍拍走呢？妈，阮袂学袂走啦，阮是要去记者。哎，啊，等你见啥毋着讲，安尼吞吞吐吐是咧创啥？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啊，等你见啥毋着讲，安尼吞吞吐吐是咧创啥？无妈，我坦白甲你讲啊，我感觉阮哦是要去记者人。记一个人？啊，同我婚姻同哦，伊讲哦要介绍我熟识，看讲哦伊甲我会合袂合啦。啊，是阿云要甲你介绍女朋友上？系啊。安尼哦，好，啊阿母参做来。无啦，妈，免啦，我刚刚分过去看卖咧，看情形安怎，才搁转来甲你报告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哦，哎，是讲你嘛好吼，无咱一时遐侪人去嘛歹势吼。对啦。好啦，啊无雅云啦，你参与创搁做去吼。无妈，你较早休困啊。好，无阮来去，好，阮知影。好。妈，我来去哈。好。恁祖嘛大汉啊，嘛应该交一个女朋友。安尼袂歹。阿兄，哎呦，拜托的阿文啊，我已经感觉讲袂差呢，车钱嘛开啊，敢阮即摆是要反悔？要毋过，哎呦，免惊啦，วันนี้我来到遮对无？好摆你来去你看卖啊，对无？连我等下等你吼。要毋过，免惊咧，阿毋过啦，免担心啦。那连你进去了，那认唔着人对无？甲花车失礼就好啊。阿兄，哎，好啦，去啦啊！喂，去，免惊，去啊！免惊，去啊！你敢接受我都把代志放袂记的？卡处顶若无把代志查好清楚，你心肝内问题永远拢无答案。
是你。水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爸，爸，敢是你？真正是你，啊！你哪不爱讲话咧？敢讲你无想要甲我见面？啊！你真正无想要甲我见面？阿云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有甲伊见着面无？哎，阿云啊！哎，阿云啊！阿云！莫阁伤心啊！我一直叫伊开门，伊拢总无反应，就是唔开。做一个人拢嘛是安尼，拄着这款问题的时阵，毋是倒撇，都是毋敢面对现实。我想恁阿爸应该是惊讲甲你见面啊，伊嘛惊伊讲，毋知要安怎弥补伊对你的亏欠啊，叫互伊淡薄仔时间。我相信讲话，伊一定会甲你见面的。啊，若无伊想要摕迄香火茶啊，伊既然摕迄香火茶啊，伊就表示讲，伊准备要面对你啊，敢毋是咧？阿云，这件代志，咱是毋是要甲妈讲一下？甲伊讲，安尼刚好。是有啥物毋好啦？搁较安怎讲啦？恁阿爸嘛是恁阿兄。但是妈一定认为讲伊已经死啊，无毋对。若是互妈知影讲，阮爸爸还阁活咧，我定伊会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，阮爸伊到底是为着啥物原因会活到即时阵？这是一个谜。万一若亲像刚大嫂讲安尼，是要安怎咧？妈敢会伤心艰苦？假使阮爸真正是迄款人，为着家己的性命，出卖了同志的命带，安尼我甘愿伊已经死啊，嘛永远袂互妈知影讲，伊还阁活在这个世间。
你咱就袂袂死牵拖厝边来，来啊坐来啊坐来。你家己死你嘛着尿啊猪咧，哈！你无你骹准要食迄个下药，你家己一支脚你嘛尿啊看咧，敢若袂出大骹步咧，千关大有的，他即嘛卖着嘛吼，死好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等你两摆去倒来换啊啦。阿妹啊，你莫讲话啦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安尼出门哦，打扮一下安尼水水水，我是互你面子，你。即种啊啦，那免啦免啦，咱这边的无爱这款面子啦，你莫牵拖到遮来啦。是你家己爱车，我唔讲啊你。啊！你即摆讲啥？你讲我爱车花？我若是爱车花，我哪会嫁互你啦？我嫁互你30档哦，我嫁互你真正是衰咯，真正是。好啊，你两个安尼斗来斗去是要斗到当时啦。阿阿妹，妹啊，你都唔知你你敢接去？我先讲啊。阿妹，你唔知我阿雄哦，你免讲啊，我拢知你要讲啥。你知影？知啦。我讲，这条桥我当即甲你出。阿妹啊，我甲你讲。啊，就算唔知影吼，啊，阮就真看心，讲呾你嘛唔知当时才要转去台南，要来了解一下啦。是啦，啊，阮是想讲，你要走进前哦，办道请你啦。唔免啦，啊，都拢家己人啊，哪着遮飞机要创啥？无咯，就是家己的人，唔则袂用你靠惜咧。咱的交情毋是3档5档呢，傲山思人啊呢。对啦，阿妹啊，阮有这个心哦，你就莫切阮的意啦。安怎？啊，你决定啥物时阵要转去？啊，我是还袂决定啦。不过哦，我是希望讲哦，愈紧愈好。转去就对啦。厝内这么济年啊，嘛应该转去故乡，甲厝内的人团圆啦。啊，不过安怎？我是感觉二生对你也无啥谅解啊。万一即阵你若转去哦，啊，恁母仔囝若是去冲突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就算讲吼，你心无要谅解我，无要认我这个阿母，你放心啦，囝是我生的，我会当处理这样代志。阿姑，阿弟，你倒来啊？你倒来啊！林总啊，出来啦。会忝未？对啦。阿姐啊，当下阵尔，你当毋是买足侪衫要送阿妹，啊，毋着就去房间试穿一个看下，输袂讲啦呢。对啦，老啊啦，煞袂记啊。哎呀，我要紧。我要哦，几领衫哦，要互你，我专工哦去百货公司买的。来，试看觅，若是袂好，摕来去换啦。来来来，试穿看觅，试穿看觅。哎，没错，哦，这。没错，老的，进前哦，我甲恁讲的代志哦，你唔通袂记得啦。阿姑，你是讲转去南部的代志是吗？嘿啦，咱来等你老母也袂转去进前哦，来甲日程调好，吼。奇怪，哪坐无？是走去做啦。把你咧找阿 Q 伊啊哟。平常时啊，这时阵应该来啊，我拄仔敲电话去因兜嘛，找无人。可能发生啥物代志？无你若烦恼，你去因兜走一转嘛。我嘛咧安尼想，你厝甲我顾好势。我知影。阿 Q 啊！拜托，身体无爽快啊，唔甲我讲。拄仔敲电话来，你若无接，真正艰苦啦。
要开来行去恁兜啦。今仔日吼，我放假一天啦吼。要放假，你马甲我报备一下，那你雄雄就无消无息。我甲你讲哦，要放假会使，来去阮兜，要伫遮。哎呦，为什么啦？因为伫遮我就无法度甲你照顾啊。唔免啦，我家己会晓照顾我家己啦吼。很少的啦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呦，你要创啥啦？起来，我甲你挨啦。哎呦，免啦，啊，是免啦，莫啰嗦我休困一下就好啊啦。啊，来阮兜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从今日开始哦，你休困，啊，我上班，换我来甲你照顾吼，知无？好啦，阿海啊，咱小休困一下好无？我想要看一下阿海啊。好啊。你还过会记啊？咱打熟识的时阵，有一暝，你伫遐叫我去找阿妹。你讲，阿海啊，紧去啦，紧去找阿妹啦。唉，20几年就过去，咱拢是50几岁的人。前几工阿妹倒来，你嘛是对我讲，阿海啊，紧去啦，紧去找阿妹啊！阿 Q 啊，你这世人哦，拢伫我的后壁安尼甲我吹，甲我赶，叫我着要去找阿妹，所以我一直伫咧想。假使你若无甲我吹，甲我赶，我的人生唔知会变啥物款。我知影你的心内无爽快，啊，毋过讲实在，恁妈妈真正是一个足难得的好人，伊绝对毋是参照你想的迄款无负责任的老母啦。是啦，医生，你唔通误会我。伊是你阿母，哪咧我问？伊是要要见你这个囝，煞把我这个后生。可是我以前也这么好，现在心肝这么凶，搞我来把绑20几年慢倒来。你哪会当安尼讲你阿母啦？你敢知影阿母伫这2几年是安怎过？你根本就唔知影嘛！你是安怎走来后生的？这刚阿文啦，阿文啦，你慢讲，你慢我讲，来讲。应酬，陈老师，来这坐啦，来，请你来这。你就是陈老师，我就是陈老师，就是山本刚，就是林茂春。阿妹，阿妹，你会当无理我？但是阿妈呢？阿妈这么老啊，伊人要搁你破病，你知影无？伊是你的亲生阿母呢。刚刚你都袂使去看伊一个是无？阿文，这几年你过了好无？啊你呢？过得好无？
思念我阿母，是安怎？你当初要甲阿母赶出去呢？阿妈还讲我咧，伊活在这个世间，伊无死，你知影无？无孙，我怀孕。苦苦的思念，夜夜在徘徊，风吹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。无聊的婴仔话，当作是笑话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气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特别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特别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句话。